接下来，我们来看阅读测验的篇章理解。这里给大家的建议是，要先看清题目及选项，接着再看文章，从文章中找出关键词汇、语法等等的线索。对照题目选项后，选出正确的选择。比如这一题，我们来看题目与选项。日文章内底做早挑上头写的下要改。日寒时热，二嫌强马，三财古乱，四枪米潘。二贵量上题做要改袂空下入好，又急空办。日贵人是顺强的。二武下生活较苦。三突时的路较免。四量上题感情好。看完了题目与选项后，我们先花1分钟来看这篇文章。期待爱突时的事物，爱个是刚爱困下入好，搁急困办。不过贵比爱太两色。因为开好好的山路前面，手困嘛无突时盼，和困下开。也有行过一家人无盼，一家行山路，暂袂等到爱量上题就盼，暂困下开突时。开好家日的清早，爱一拔起来，请洋葱阿姨打做下紫菜，清皮爱人的盘包。仲加将煮好小滚滚的韩式盘，也就炒韩式肉，加咸姜马，洋葱一道菜，加土白色的无要改煎茶，好加在也就煎到香喷喷的菜脯卵。不过也是石磨炒枪米盘，甲困住规山地的人。生活差不多弄赢，难怪给路人要讲，有阿唔好嫁到泰山背，上家拄济，下家拄背，是寒死帮咸菜，只是讲爱离家美的生活真简单。看完文章以后，大家都应该知道正确答案了吧？题一题，文章内底。做早挑上头写的下要改。日寒时热，二咸姜马，三菜脯卵，四枪米潘。在文章第一段最后有重点线索，不过也是石磨炒枪米潘。因此地贵挑上头写的是枪米潘。第二题。贵量上题做要改袂困下入好，又急困办。按个比对里文章的内容，原来是因为开好好的山路前面，所以外巴暂袂得贵量上题困下入好。因此爱讨三突时的路较免。